新闻头起先来看前台北市长高文哲、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、台北市议员应晓薇，阁有众望基金会董事长李文忠，目前受押禁见，拢提出控告。民众党拜六嘛，靠支持者上街头抗议顶高机，要求政府甲司法正义幸福社会。那上新的消息，高等法院伫昨暝11点外已经裁定驳回控告。 牵涉警发社备案案情，台北市长郭文铁、沈庆京、应晓薇、李文忠等4个人，伫初2号台北地院裁定羁押禁见3个月后，陆续提出控告。昨昏半暝，台北高等法院认定4个人牵涉重罪，有逃亡、讨口径的顾虑，也是有羁押必要，所以驳回控告确定，嘛确定4个人爱伫看守所过年。绿色维权，绿色维权，司法不公，司法不公。 声援郭文铁抗议司法无公平，民众党就支持者上街头抗议。郭文铁的亲人嘛拢到场听议。既然有媒体认为他来看爸爸是准备要逃亡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大病危，请让阿北回家尽孝。 国民党中央干部加超过10个党籍立委嘛到场相挺，立言是呼吁莫用无正确的事实去煽动民意，对抗民进党这一个绿色威权的恐怖统治下面，台湾人民不分党派都应该要团结在一起站出来。如果你的主题是 没有办法得到多数人民信任的，反而是在的把民意压缩到极端化。我想，民众党会让自己的支持者越来越少。同时间，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民进党调委张嘉宾变更明仔载议程，甲主题改做招民众上街头对抗司法审判者，甚至妨害司法公正罪的现行犯，引起在野不满。对于发起这样的群众，是否会去 影响司法的公正审判，我们觉得也要来听听司法实务者的心声。钟嘉宾，如果你觉得我们都是现行犯，你现在去报警，把我们现在在场所有人都抓走，看你敢不敢？招民众上街头，司法院指出，应该要有宪法集会保障。法务部嘛表示，尊重集会游行的自由，若做牵涉到刑责，应该要当作个案认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